擺完風水陣要即刻合格咁就冇可能嘅。但係呢，令你可以用1分鐘嘅時間讀到2分鐘嘅書，事半功倍都係好嘅。9宮飛星圖啊，最重要啊，讀書星就係東北方，做一個催旺嘅動作，3個步驟嘅啫。第一，企喺自己睡房或者書房嘅中心點，用指南針揾出自己屋企嘅東北方23度至到67度，呢個就係東北方啦。然後掛4支毛筆呢，就可以催旺呢個讀書運嘅，非常利呢係吸收學問。同學仔考 GCSE 或者 A Level 咧都好緊張㗎嘛，咁我呢就揾一個吉時幫助大家去提升呢個考試運，係專係為考試報嘅陣。如果冇係 GCSE A Level 嘅，其實唔使報嘅。係2026年西歷啊5月1號11點半至到下晝嘅1點呢個時間，我哋揾出貼一個叫步步高升嘅揮春，喺揮春前面揾自己嘅書台啦，就點起4個蠟燭，點完之後等佢熄呢，佈局就可以完成。